来看咱国内的状况，其实台湾有不少的企业颠倒爱请中高龄的员工，因为有经验，嘛较稳定、较好配合。像服务业、像科技业，都拢真爱请中高龄的员工。安尼一来，唔但互伫要退休的人找到事业的第二春，嘛来解决企业欠工的问题。要煮的、要装的、要洗，拢是真工处理。10平左右空间有一半拢是50岁以上的妈妈。有些细节还是要注意，比如说像什么部分？比如说像它一定要给它对齐，让它风大这样子的。62岁柯慧芬专门负责白毛泥产品包装，每一个过程伊拢是详细佮清楚完成。自己以前是从事文的，现在可以做这一行，还有不同的感觉。是我们常态性的口味，所以我们会摆一起。品项色水数量拢爱斤斤计较，负责产品摆设的是美感，嘛是生活经验的体现。54岁李秀明当体会高龄者求职的辛苦，伫经历波折了后，找到家己的定位。他们正好是一个新进公司，说因为说你的能力比较大，或是说你之前做过跟现在做的不相关，他觉得说你有发挥地方，如果你也愿意做，他就公司会给你机会。平均在每一家公司里头，大概都有20%以上的人是这个属于中高龄的啊。就像民生服务业，他们对于中高龄，比如说像卖场里头啊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科技业。稳定性高、经验丰富、好配合，这拢是企业看重中高龄员工主要原因。借重因的经验、减缓欠人的压力，可会当强化世代合作，中高龄发展有料想未到的一片天。